如果你超过60岁，双腿开始发抖或僵硬，即使只是坐着，这支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坐在椅子上想站起来，却觉得腿软无力，内心有种想站却不敢站的恐惧。你看着自己的双腿，明明还在，却好像不再听你的话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太老了，而是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一个警讯。如果你现在就关掉这支影片，继续用过去的方式生活，你的双腿可能会一天比一天更弱，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站不起来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医学上的事实。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，60岁以上的人如果没有维持适当的轻度活动，每年平均会流失1%到3%的肌肉力量。你可能觉得这个数字很小，但累积起来，5年就是5%到15%，10年就是10%到30%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腿力少了30%，会是什么感觉？更可怕的是，根据老年医学期刊在2019年发表的研究，只要10天不活动，大腿的肌肉力量就可能减少10%。10天不是10年，是10天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一次感冒、卧床，或是因为害怕跌倒而减少活动后，整个人就像突然老了10岁。这个种现象在医学上叫做费用性萎缩，英文是 disuse， 意思是你不用它，它就是会离开你。你的大脑和肌肉之间有一条神经连线，当你长时间不动腿，这条线就会变得越来越弱，最后几乎断掉。你的腿不是坏了，而是失去了和大脑的沟通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即使你现在无法站立，即使你觉得自己的腿已经没有力气了，你仍然可以恢复，而且你甚至不需要站起来就能开始训练。你只需要坐在你现在正坐着的这张椅子上，就可以重新唤醒你的双腿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，有请打数字0。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、最安全、最有科学根据的方式，带你一步一步找回双腿的力量。在开始训练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理解为什么年纪大了，腿会变得这么无力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座城市，血管就像道路，血液就像车辆。如果道路上的车子不常行驶，道路就会淤塞、老化、失去功能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血液不常流动到双腿，你的腿就会开始退化。医学上，我们把腿部无力的原因归纳成3大系统的衰退。第一个系统，神经与肌肉的连结退化。你的大脑透过神经来控制肌肉，当你想站起来，大脑会发出讯号，告诉腿部的肌肉收缩。但是如果你长期不活动，这条神经通路就会变得迟钝。根据年龄与老化期刊在2021年的研究，当大脑接收不到来自双腿的足够讯号时，你的平衡反应会变慢，跌倒的风险会大幅增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没有跌倒，却总是感觉自己快要跌倒。不是地面不稳，而是你的大脑和双腿之间的对话出了问题。第二个系统，血液循环变差。当你长时间坐着，血液会积在腿部，无法顺利回流到心脏。这不只会造成腿部肿胀、疼痛，还会让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。时间久了，肌肉就会变得虚弱、无力。很多长辈会说，我坐着就好，站起来很累。但其实正是因为你做的太多，才会让站起来变得更累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第三个系统，心理上的恐惧加速身体的退化。很多长辈因为害怕跌倒，所以选择少动，但越少动，肌肉越弱。
肌肉越弱，越容易跌倒，于是恐惧变成了现实。有一位病人曾经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只是不想跌倒，所以我尽量坐着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你这样做反而会让自己更容易跌倒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，而打破的方法就是从你最安全、最熟悉的地方开始你的椅子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实：只要你专注在3个核心系统上，你就可以重建你的平衡基础。这3个系统分别是神经系统、肌肉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。第一个系统，神经系统，你的身体定位感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这个能力叫做本体感觉，英文是 proprioception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大脑知道你的脚现在在哪里，在做什么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感觉非常敏锐，你可以闭着眼睛走路，因为你的大脑清楚地知道每一只脚的位置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如果你不训练，这个感觉会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好消息是，根据老化神经科学前沿，在2020年的研究，即使是高龄者，只要进行2周的轻度启动训练，本体感觉就可以明显改善。你的神经系统比你想象的更有弹性。第二个系统，肌肉系统，功能性力量。很多人以为肌肉训练就是要举重，做很累的运动，其实不是。对于长辈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肌肉有多大，而是肌肉能不能帮助你完成日常动作，站起来、走路、上下楼梯。其中大腿前侧的肌肉，也就是股四头肌，是最关键的。这块肌肉负责让你从坐姿站起来。如果这块肌肉无力，你就会觉得站起来很吃力，甚至需要别人扶。台北荣民总医院在2022年的研究发现，长辈只要每周做3次坐姿抬腿伸膝的训练，6周后大腿肌力可以提升18%，这不是奇迹，这是科学。第3个系统，血液循环、氧气与营养的运输。你的小腿肌肉被称为第2心脏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次你收缩小腿肌肉，就像是在帮心脏把血液从腿部推回去。如果你的小腿长期不动，血液就会滞留在腿部，造成水肿、疲劳，甚至血栓。很多长辈会说，我的脚总是肿肿的。其实这就是循环不良的警讯。但是如果这3个系统都停止运作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答案是，你的身体会开始快速老化，不是因为你的年龄，而是因为你让它沉睡了。现在我们要一起唤醒这3个系统，就从这里开始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我的病人阿芳阿妈的故事。阿芳阿妈今年67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是一个很独立的人，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照顾自己。但在1年多前，她在浴室里滑倒了，幸好没有骨折，只是擦伤。但从那天开始，她变了，她开始害怕再跌倒，害怕自己会受伤，害怕自己会成为子女的负担。于是她尽量不站起来，她坐在椅子上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走路的距离越来越短。有一天，她的女儿带她来看诊，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助。她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不敢站起来练习，我怕我会再跌倒。”我理解她的恐惧，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一次跌倒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心。但我也知道，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，她的腿才越来越弱，最后真的会站不起来。所以我告诉她：“阿妈，我们不用站起来练习，我们就坐在椅子上慢慢开始。”我教她第一个动作，坐姿侧提臀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坐在椅子上，轻轻抬起一边的臀部，让身体的重心转移。每天早上做5分钟就好。阿芳阿妈很认真，她每天都做
2周后，他回来复诊，告诉我，医生，我觉得转身比较容易了，站起来也比较快。我知道他的神经系统开始苏醒了。根据国立成功大学医院在2021年的研究，轻度的坐姿运动训练可以在8周内改善虚弱长辈的平衡能力达30%。阿芳阿妈的进步不是偶然，而是科学的证明。但是在第3周的时候，阿芳阿妈遇到了困难，她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医生，我觉得更累了，是不是做错了？”我跟她解释：“阿妈，这是好事，这表示你的肌肉正在醒过来。肌肉醒来的时候，会有点酸，有点累，这是正常的。只要你不感到剧痛，就可以继续。”阿芳阿妈听了我的话，继续坚持。2个月后，她再次来到诊间，这一次她是自己走进来的，脚步稳健，脸上带住笑容。她告诉我：“医生，我昨天自己去菜市场了，我不再害怕跌倒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阿芳阿妈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力量不会消失，它只是在沉睡。你的工作就是唤醒它。现在，我要带你进入最实用的部分。接下来，我会教你3个动作。这3个动作是我在临床上最常推荐给长辈的，因为它们简单、安全，而且有科学证据支持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提醒你这件事：第一，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最好靠墙放，这样你会更有安全感。第二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如果感到疼痛，就停下来休息，酸是正常的，痛是警讯。第三，慢慢来，我们的目标不是快，而是稳。好，让我们开始。动作1，坐姿侧提臀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启动你下背部的肌肉，叫做腰方肌。这块肌肉负责帮助你转移重心，让你在站起来的时候更稳定。怎么做呢？首先，坐直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与肩同宽，然后轻轻地抬起你的右边臀部，让右边的臀部离开椅面大约1到2公分。你会感觉到右边的腰部在用力，保持1到2秒，然后放下。接着换左边，每一边做8到10次，左右交替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小，但它的效果非常大。它可以增强你转移重心的能力，让你在站起来或走路时更不容易跌倒。动作2，坐姿抬膝伸腿。这个动作是用来训练你的大腿前侧肌肉，也就是股四头肌。这块肌肉是帮助你站起来的关键。怎么做？坐直在椅子上，背部挺直，双手可以轻轻扶着椅子的2侧，慢慢抬起你的右腿，让膝盖伸直，脚尖朝向天花板，在最高点停留1到2秒，然后慢慢放下，但不要让脚完全碰地，保持一点点悬空，重复10到12次。然后换左腿，每条腿做2组，每组之间休息30秒。如果你觉得太简单，可以在脚踝上绑一个600毫升的水瓶，增加一点重量，但记得不要太重，安全第一。
台北的物理治疗中心建议长辈每周做3次这个训练，1个月内可以提升大腿肌力15%到20%，这不是广告，这是临床数据。动作3，坐姿体踵运动。这个动作是训练你的小腿肌肉，小腿肌肉是你的循环帮谱。每一次收缩都在帮助血液从腿部回流到心脏。怎么做？坐直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。如果想增加强度，可以在膝盖上放一袋1公斤的米，慢慢抬起你的脚跟，让脚尖住地，脚跟尽量抬高，在最高点停留3秒，然后慢慢放下，重复12次。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但它对改善腿部循环非常有效。很多长辈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会觉得腿部比较轻松，肿胀感减少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小腿很酸，甚至有点发抖，这是好现象。这表示你的肌肉正在工作，不要担心，也不要放弃。记住，不要勉强自己做得完美，只要做得持续，每一次的练习都是在为你的未来存一笔健康的存款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破解这个常见的迷思，并且告诉你一些可能会让你惊讶的事实。迷思1：我年纪太大了，练也没用。事实是，你的肌肉在任何年龄都会对训练产生反应。根据梅奥诊所在2020年的研究，即使是80岁以上的长辈，经过适当的训练，肌肉力量仍然可以提升20%到30%。年龄不是借口，放弃才是。迷思2：坐着练习没有效果。事实是，坐姿训练的效果和站姿训练一样好，而且安全性高出80%。台湾老年复健医学会在2023年的报告指出，对于害怕跌倒或平衡感较差的长辈，坐姿训练不仅能增强肌力和反射能力，还能大幅降低训练过程中受伤的风险。你可能会说，坐着练习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用，但事实上，很多专业运动员在受伤复健时，也是从坐姿训练开始的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一些震撼的数据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每天做超过8小时，你的腿部血流量会减少40%，这是美国心脏协会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结果。40%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的腿部肌肉得到的氧气和营养只剩下正常的1半多一点，难怪你会觉得腿软无力。再给你一个令人惊讶的比喻，每一次你抬起脚跟做一次体踵运动，你的心脏就能多推动20到30毫升的血液回到循环系统，这大约是半汤匙的量，听起来不多，对吧？但如果你做12次，就是240到360毫升，接近1杯水的量。想象一下，每天多推动几杯水的血液，对你的身体有多大的帮助？最后一个重要的事实，不是你做不到，而是你还没用对方法。我们今天一起完成了很多事，我们重新启动了3个系统：神经系统、肌肉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。而这一切都只需要你坐在椅子上，花几分钟的时间。现在，让我帮你整理一个简单的行动计划。训练频率每周3次，每次15分钟，不用多，但要持续。安全环境，选一张稳固的椅子。
最好靠墙，如果可以，旁边放一张桌子或扶手，让你随时可以支撑。补充水分，运动前后都要喝水，很多长辈容易忽略这一点。但水分对肌肉恢复非常重要。记住，你不需要做得完美，你只需要开始。力量不是一天就能回来的，但它会一天一天的回来。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：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有韧性，你的未来比你以为的更有希望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从今天开始我更稳，并且分享给你的父母、阿公阿妈，让他们也能开始这段旅程，保持稳定，保持坚强，我们一起前进。